大家好，我今日介紹嘅故事係掩耳盜鈴。有一日，個小偷想入間屋，然之後佢就想偷個大屋裏面嘅大鐘。然之後佢就諗啦，我個車咁細，個鐘咁大，咁我不如我打上去，攞啲碎片返屋企砌咗去黐膠紙咪得咯。但係如果打鬧鐘嘅時候，我又會嘈到其他人，人哋又話我會偷鐘㗎喎。我知道啦，咁不如我打爛個鐘嘅時候，我自己即刻揞埋耳仔咪得咯。咁我唯有就揞埋耳仔啦。而家我即刻開始。哎呀，俾啲平民聽到啦，點算好啊？佢就講。然之後啲平民就喺度鬧佢，有小偷偷鐘啊！快啲叫佢出去啦！呢個故事就係教訓你，我哋唔好自欺人，同埋你自作聰明。多謝大家。